今次就嗰個 short 行車片段，隔一 short 行車片段，一 part 咋，好短㗎咋。咩叫一 short 行車片段？一節啊，一節就係好長嘅，短啲啊，叫一 short。一 short 行車片段，一段咋，一小段咋，可以話係。搭一個站就咁樣，所以跟住因為我就想買外賣俾阿爸咁樣就翻去啦。我食咗飯先，食完飯再同你講。9點半到10點半啦，今次。